来看一间同俺一般看到无共用嘅猪肉店，屏东内埔乡属台湾本土无主嘅车乡中，最近喺家乡开一间现代化猪肉店，唔单止看起来佢像日本一站嘅外观，佢详细注意，次嘅无猪肉係台湾真空包装嘅，韩国喺本乡亲感觉佢新鲜。为做到推动六对无猪嘅产业，车乡中嘅猪肉店下注石头限提卖行猪卡。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无猪肉有一好食的。喺猪料送人饲料茶未饲料，看到猪嘅食得佢蠻久，車肉中每次都會痛，也就用來供應國內無豬肉市場嘅本土無豬嘅，係青島真是令人嘅最愛。伊個本地豬嘅也義講到個太皮，個皮個焦，嚇，個最重要係因為無豬肉伊熟，囤嘅健拍豬嘅嚟講，伊最少熟10日以上，差不多有啲都營養高啊，嗰是加啲加肉個熟，嗰是加啲脂肪的話個甜，加到加肉質都比拍豬嘅個甜個軟，係都各有呢種嘅風味性啊，係真係。早，你要买什么猪肉？这是梅花，对呀、这是黑猪肉。車肉中也係很多一個成分，唔單止肉豬嘅，亦係賣堅持嘅無豬肉，變做嘅豬肉店嘅調價。而賣嘅豬肉都係直接對豬料來嘅，而豬肉店係千無共用，服務人員總能規身下拍嘅支付。店方保持又乾又冷啲，還有空調設備，本豬肉保持新鮮。伊講人去咩本人菜，本豬肉菜，人去本豬肉菜。覺得他們的比較乾淨，而且他們的溫度是維持在一個一定的溫度。你像那種黃昏市場，其實有時候夏天有蒼蠅哎，而且你看他們那種燈光是熱的，那個其實豬肉其實就不見得新鮮啦。服務肉片冷凍過，再過切好，囤潮上賣嘅共用。乾草莓真空包裝，講究衛生安全，還用專屬嘅紙套嘢裝好，再過交到人客嘅手上。哦呀，過衛生啊，過新鮮啊。好。嗰時睇仲下咩做得接觸安尼嘅豬肉？可以，嘿，按多擺吃底啊，攏來買誒，禮拜攏來買。那个温体猪肉像那个市場有啦，但是好像看起來比較沒那麼乾淨啦。它這裡真的是比較乾淨啦。安尼間開喺內埔中下為現代化豬肉店，但搶起日本茶站風格嘅外表，就像係青島鄉親嘅好奇。因為在公用嘅講，同印象中嘅豬肉店所長太馬，車肉中450萬元起店內。引入外國的現代化豬肉店，就係想愛本家鄉有新的風貌，同時提升肉豬產業的形象。我係我哋屏東縣內部用黑毛豬產銷班的班長哈，我想安樣就我一次青態觀樣安樣提升咱哋有豬的，尤其肉豬的個行業的個本人的形象。迄是我哋用安尼店面來做賣豬肉化，他看你看到，人的肉豬也可以變得很高尚，也可以用得很高水準。我想，也係想青態嘅想啊，這個本來的養豬產業的形象可以提升起來。
一片切猪肉，恰肉中一片光嫩，那片的部位，我用来煮够适合。有花咯，如我哋讲嘅三层肉，吼，我一个如我哋客家人都最会做，如客家风咯係最好嘅地方。有青有猪肉，如果油，個皮，當然都肉質會個甜。大部分的人都是過豬肉，唔過青少年哋的五花肉、梅花肉係睇豬嘅嘢哪一部位，恰肉中睇店鋪個用心嘅調為豬肉部位分切圖，買賣之外，咩無甜標係愛教育人下。小里脊，还有腮帮肉，如你讲双酱肉或松板肉之外，梅花肉、这个部分，青斗家庭主妇唔敌那个各个部位的时候，我们就拿这个分切图给他看，就是做一个很好的教育。对方要转到。猪肉串各位种，行到叽叽喳喳，看到真蛮相似。一間現代化嘅豬肉店，唔單止賣齊齊嘅腐豬肉，加工嘅肉製品都會下注限賣行肉。腐豬嘅豬卡喺烤箱地位轉哪轉呢，行到舒舒切切，也係恰肉中嗰沙皮嘅行德國豬卡。皮行到濕熟，都會切一下，嗰種鹹湯嘅刀上，然後會黃色瓦沙比同德國式嘅鹹菜，德國豬卡滷做得出彩嘅。我哋會可以提供一些我哋去加像德國豬腳啦，我哋嘅生鮮豬肉本現場本我哋呢我哋消費者提下去加同數來行，嘛可以我哋師傅嘛先準備青島呢清鮮嫩的那個肉串，都本我哋消費者慢慢的享用。近日福建太好嘅時辰，包圍場地辦行肉派對，主辦人都好係恰肉中嘅朋友，而講我用行通表示支持。把這個養豬呢，他就成立一個養豬班，他想把這種傳統的產業提升起來，所以他這個豬肉站，它其實是醞釀很久。我們其實是支持他的一個理想，把傳統的事業，那用現代化的一個經營，所以我們也蠻感動的。傳統產業用現代化嘅方式來經營，涵蓋好大嘅開拓種下，要改變屬普百名嘅消費習慣，確實唔簡單。韓國腐豬肉嘅成本比拍豬嘅韓國高，價位問題韓國係現實。伊哋話係親眼看到傳統的種安尼直接可以接觸到肉，伊話係講唔透像囤豬肉標喺咧喺低溫3度C的這種環境來賣豬肉，伊哋會因為標喺冷藏冷凍時咧係覺得高壓高冇安全性嘅東西，但是今後嘅現象咯，慢慢的有高年強嘅人，高上班，高趨向上班族啊，我來的地方，而且我講回流率還蠻高的，也係我慢慢的講，覺得蠻欣慰的地方。不過以安尼消費層來講，金額來講還算是慘淡經營啦。就算也下合作嘅個辛苦，就算做出啲點嘅開拓種下，挑戰比杜飛期個高。我恰肉中還係堅持，我睇自家嘅家鄉完成夢想，因為認為皮水唔落我人田，好東西韓國愛同自家嘅鄉親分享。嗱，記得有個朋友同我講過句話講，伊講人家嘅做一個豬肉站哦，親用嘅皇宮吼，起喺啲咧無人看到嘅地方，伊講一個地方，迄陣也係一個皇宮啊，起喺啲都市嘅地方會較好。我係因為也係迄黑豬肉站，迄是真的是像皇宮一樣，我親眼起喺去家落卡，迄種起喺啲老闆條講可能係用。有，迄陣有得到好處，只是我去家已經得到好處，對家鄉一些幫助冇，都只有去家賺到錢，冇法都本去家家用另外一個風貌，另外一個視野來看待一個地方。哎，喝不夠啦，要5啦。
不用假装，就真的很好吃。对，真的。相机吗？对天一台猪农到猪肉店调价，甚至是行肉的厨师，恰学中作为前头事情，生产加工行销总可以起家来。营业现代化的猪肉店，为家乡带来新观念的冲击和各种下的新风貌。恰学中希望打出6对无猪产业的名声，带动家乡经济，甚至希望汉白有建议，让吃到齐齐的猪肉做得做舒心，听得到时代的脚步，骑上潮流的舞台。